帶大家嚟到呢個教室，可以喺唔使戴 VR 眼鏡嘅情況之下，都有親臨其境嘅感覺。究竟喺邊度呢？等我哋請嚟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實務副教授梁允信，同我哋講解下呢個混合沉浸式虛擬環境教室啦。Hive 咧係全球首間大型全沉浸式虛擬實境教室。佢使用6面投射 Cave 技術，製造2維或者3維嘅環境，幫助學生將抽象嘅概念實體化，最適合用嚟進行體驗式學習或者臨床服務。我通常用呢間教室嚟到從事同醫療相關嘅教學㗎噃，例如係醫療影像啦，或者醫學物理等等。另外，應用社會科學系嘅老師同埋學生都會用到呢間教室㗎噃。Hive 令到課堂更加有彈性，學生坐喺房間已經可以進行實地考察，擺放相關物件已經可以增強臨場感，為我哋學生嘅實習做準備。呢度仲會進行臨床服務，例如我哋會為即將接受放射治療嘅癌症兒童病人做心理準備。喺 Hive 嘅幫助之下，超過80%嘅癌症兒童病人無需要接受麻醉嘅情況之下，已經可以完成治療。下一集再同大家發掘更多你哋唔知道嘅理大教研設施啦。